李大夫上奏，臣在民间寻得一帮人，此人多才多艺，在绘画、乐理、算术、物理、动物、植物、风向、气候、营造、解剖，还有天文、地理等领域，都有无与伦比的成就啊！一派胡言，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？接着念。北大夫上奏，臣在民间寻得一道士，以其最拿手的桃花解运活跃在金陵城中，而他最为著名的口头禅便是“今日贵人临门时，缘分便会有转机”。够了，太不像话了！朕迟早要把这些野狐禅和封建迷信一网打尽。朕要休息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没成年呀你！你大晚上的不睡觉，来这儿干嘛？皇上现在可愉悦？愉悦个啥？刚骂完我去休息了。你们这干嘛？太好了，我家主子要寄样东西。阳光照在屋檐，洒满房间。睁开双眼，早餐放在枕边。早前升起炊烟，星火点点，手中变化万千，化作如你笑颜的香甜。老人说爱是柴米油盐，每一天都要见面，洒下雪花般漂亮，慢慢溶解，花开了冬天，过庆年过后要跨年，别再用悲伤来勾牵，调配出哀愁喜乐等待机缘，映出苦辣酸甜，就让爱穿梭时间，跨越界限，你在身边，停止我的思念，人间色香味鲜，两样俱全，感动在世间，你我心照不宣，也许终有一天，花落离别，过往画面在我脑海浮现，几片欢喜音乐，一烧情意绵绵，在柴米油盐编织爱恋的诗篇。菜都做好了，还不点个追番？有一个姑娘，没想到皇上居然还有个单独的厨房，真让人惊讶。别看皇叔叔是皇帝，其实很会做菜的哟。哎呦，我的君主，你小点声。春风啊，你确定那东西能让皇上愉悦？7成的把握。你知道皇上把它放在哪里吗？具体放在哪儿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好了啊，大家开始找吧。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它。这是这是琉璃郡主特别要求给皇上送来的羽扇。哦，琉璃送的。
吃一碗刀削面呢。难道琉璃不知道，整个皇宫做刀削面最好吃的是朕吗？皇上，这是郡主的一片孝心啊！嘿，看在琉璃的面子上，朕尝一尝吧。十三，想什么呢？太子殿下，亲兄弟不要这么客套，还是叫我七哥吧。七哥，这么晚还不睡，是不是担心明天的一场恶仗啊？虽然敌人占据优势，但我相信七哥有办法把这一仗打赢。放心，就算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输的。就知道你会饿。给。你呀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看到这碗刀削面，都能恢复元气。敌军不仅阻断了水源，还发现了我们的秘密营地。他们冲散了我们和队伍的距离，想要抓到我和13，这条路也不能走了。13，再坚持一下，找到安全的地方就能休息了。来，13。13，这里大片的白桦树，能解决我们水源的问题。太好了，七哥。13有伤在身，敌军不久就会发现我们，看来只能……七哥啊，怎么了？就算被敌军包围，我们也得吃顿好饭。来，趁热吃。是刀削面。七哥，你的呢？你先吃着，我那儿还有。13，我有一个任务想交给你，有没有信心？等会儿我引开追兵，你趁机穿过这片白桦林，去传信给大部队，来支援我。七哥，你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呐。我引开他们之后，就会像现在这样躲起来。七哥带着受伤的你都躲得好好的，一个人更容易避开敌人。切记，水源是获胜的关键。刚才看到的炊烟应该就在这一带，注意警惕。是。喂，你们几个，是太子，别让他跑了！驾！放心吧，七哥，我就算爬，也要爬回大营，给你传信。说来真是奇怪，那一路都没有敌兵来追朕。与大部队会合后，朕拿出此信，才知道是七哥引开了所有敌兵，让朕活了下来。13，
母后、琉璃，还有江山，都托付给你了。七哥总是说，家人比什么都重要，朕牢记在心。朕从小胸无大志，为了七哥临终的嘱托，拼命地学习怎么做一个皇帝，也竭尽全力给琉璃一个幸福的家。七哥，13做的还行吗？皇上，叫琉璃过来，也宣今日御厨。宣郡主今日御厨觐见。黄叔叔，臣夏淳于草民李瑶参见皇上。夏淳于怎么也来了？黄叔叔，你就是那个李瑶？切，这单薄的身躯，这小白脸的长相，琉璃喜欢这种男人。李瑶，你在这面里加了白桦树枝？是的，皇上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做法的？回皇上，我听淳风描述过，当初皇上曾和七贤王在北部边关作战，可水源均被敌军控制，战场上被阻断水源是致命的。幸运的是，当时的地理位置刚好有一片白桦树林，因此我推断七贤王曾用白桦树枝启发了皇上，并赢得了那场恶战。这个细节我从未跟任何人提及。看来将琉璃嫁给他也并没有那么糟糕。陛下，臣想说明赐婚一事。哦，看来琉璃已经知道了呀。人家才不要你赐婚呢！哦，你不是一直揣摩李瑶有没有感受到你的心意吗？人家那是在想淳风哥哥啦！侯府太复杂，不适合你。李瑶可以被招赘，只能乖乖的照顾你呀，爱护你。我不喜欢李瑶，她是女。总之是不可能的。皇上在赐婚的背后，居然有这么现实的考虑。如果不坦白，他是不会改变想法了。哎呀，皇上，容臣讲一个故事，等皇上听完之后再定夺这桩婚事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此事要从臣前往黑风寨说起。当时，大当家为了试探臣，命二当家抢来一位姑娘逼我成婚。由于我卧底的身份，只能将她暂时安妥在山寨里。贺连轩配合我将山寨铲除后，没能顾及上她，以至于她在混乱之中掉落悬崖，生死未卜。然后呢？后来臣四处打听，发现那位姑娘身世颇为蹊跷。她原为扬州同知叶秉怀的嫡长女，应许配给济南知州魏延年的公子。可魏府公子娶亲前，看上了叶家二小姐，于是串通黑风寨，李代逃江。这叶府能够答应？臣找到了叶家仆妇李氏，他是唯一知道内情的人。这个蠢驴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做了这么多。叶秉怀为人势利，对嫡长女不管不顾，任由续贤夫人虐待，岂有此理！叶夫人和二小姐更是推波助澜，与魏家狼狈为奸，太可恶了！你查得这么仔细，有没有找到他？他就是现在的天上居主厨李瑶。什么？好痛！朕居然把琉璃赐婚给了一个女人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大胆！李瑶，你女扮男装欺骗圣上，罪该万死！大瑶瑶，大瑶瑶，秦小王爷，不要喊，不要喊，快让我去救大瑶瑶！小景，皇上龙颜震怒，贸然进去，说不定事情会恶化，先看看情况再说。来人，赐贺鼎红！皇上，他在剿除黑风寨的时候功不可没。
那就对外说李瑶为朕试采中毒身亡，这样可以保全琉璃的名誉，也可以让李瑶记个护驾的功劳。喂，明明是你乱点鸳鸯啊！黄叔叔，你是大坏蛋！蠢驴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我都快要死了！皇上，老祖宗命我带玉如意进宫，救李瑶一命。这是父皇赠予赫连老王爷的免死如意。其实，此婚是朕的误判，朕早就想饶了李瑶，只是奈何君无戏言。如今赫连家拿出了免死如意，朕不如顺着这个台阶。李瑶死罪可免，不过朕不可能什么都不罚，朕会在厨艺上给李瑶一个考验。都听皇上吩咐。皇上，我还有一件事求您。哦，景小王爷有何事相求于朕呢？皇上，请您将李瑶赐婚给我吧。皇上，臣在黑风寨时已经与李瑶结为夫妻。